这个传说是，这个国家原本有很多妖精出没，他们到处为患，生灵涂炭，危害人间。死在他们手里的平民百姓，真是不计其数。幸亏就在这个时候，救星出现了。这只通背猿猴下凡，遇妖斩妖，遇魔就杀魔，使得方圆百里的妖精闻到他那股猴子味道就心惊胆战，吓都吓跑了。他出现之后，附近一带的老百姓便可安居乐业。皇帝知道了，就封他为神侯大将军，以示敬仰。原来这位将军就是通背猿猴施主啊！悟空，他不就是你的远房亲戚？嘿，大师兄啊，怎么你们猴子那么爱打架呢？对，他怎么上得了场面呢？打的都是小妖精，我就不同了，对手都来头不小啊！就是嘛。那随便打几个妖精就可以封将军盖亭子了，我们打那么多妖精，不就可以做皇帝盖皇宫了？你们听我说完嘛，我还没有说到重头戏呢。他不只会打妖精这么简单，其实将军还有很多感人的事迹。小云雀施主，请你继续说下去。因为有神侯将军的保护，国家天下太平，老百姓安居乐业。2年之后，神侯将军仙寿已终，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德，特别给他立了个金身像以示纪念。后来有一只鸟仙，因为敬仰他，所以整天都在神侯将军亭附近盘旋，之后还萌生爱意呢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没多久之后，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大旱灾。这场旱灾弄得哀鸿遍野，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鸟仙见到人间的惨况，就飞回去告诉神侯将军了。将军知道了之后，内心非常的不忍，于是就叫鸟仙把自己身上的金帛逐片啄走，拿去接济灾民。鸟仙把神侯将军的金帛一片一片地送给村民，村民有了钱就可以出城买粮食，在绝望之中找到一线生机。但是可惜僧多粥少，将军身上的金帛怎么够给那么多的灾民呢？旱灾还没过去，老百姓还要继续受苦。可是将军身上值钱的东西，只剩下拿来镶嵌眼睛的2颗宝石。将军也叫鸟仙拿去接济村民，但是鸟仙死都不答应，因为如果再拿走这2颗宝石，将军不但会瞎，还会死的。不过将军救人心切，求鸟仙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最后鸟仙含泪把宝石啄下来送给村民，村民还以为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。旱灾终于过去了，不过接踵而来的就是寒冬。将军叫鸟仙飞去南方过冬，可是鸟仙怎么都舍不得离开将军，最后就冻死在将军的手上，而将军也为他流下伤心的眼泪。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没想到将军有情有义。要是我早生500年，就可以跟这个同道中人一起吟诗，偏偏只生了300-500年，对着这个死猴子，真没劲。什么？难道我打妖精不伟大？每天还要保护你这死肥猪，还不够义气啊？老沙，你说对不对？你问我？是啊，你问我才说，你不问我不说的。说吧。说实在的，你实在差太远了。为师也很佩服这位将军舍己为人的精神。现在你们通通都知道错了，刚才你还一直在诽谤神侯将军。哎，好了，知道了。总之以后的不再诽谤你这大将军，行了吧？
看你样子应该只有100多岁，属于未成年的。你法力这么低，到处都有妖精，不怕他把你给吃了？吃我，吃你还差不多。这样吧，我再说几个关于神后将军的生平事迹给你们听啊。千万不要啊！你累不累啊？我听了半天，耳朵都累了。走吧。走就走喽。你以为我喜欢跟你这只猴子在这里说话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别把这个地方弄脏了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不放过我们？我齐天大圣一口口水就能淹死你啊！大言不惭，干了这么破亭子就当成是宝。我大圣庙不知道有多少间呢，这个破亭子我会稀罕？不知道将来有没有人替我老沙盖个亭子？你老沙，将来你取完经呢，师兄一定替你盖个永别亭。多谢二师兄。乖了啊！喂，说真的啊，这个将军挺威风的啊。是啊，估计他可能救了100多人啊。充其量也不过是1000几百人，好厉害呀！但是我们不同啊，我们现在取大智慧拯救万民，算来算去，还是我们比较伟大。是，我也要想想我的天蓬元帅亭怎么盖了。我的齐天大圣庙也可以5步一阶，10步一间了。师兄，我们几师徒一条命的，我们的亭子一定要大一点，不然怎么装得下我们？我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几个合起来一起盖座皇宫。盖皇宫。话说通背猿猴当日仙寿已终，就被弥勒佛收为座下弟子，还练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法术，天干36变。师傅，不知道叫徒儿来有何吩咐？我看西瓜熟了，想找你一块品尝一下。徒儿现在一肚子的火，哪有胃口吃？正好，西瓜解暑清热，可以降一降你的火气。师傅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徒儿先行告退。你还想下去教训村民吗？师傅果然神机妙算，是他们忘恩负义在先。当年我舍己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可是今天他们居然这么对我，就算我给他们一点教训，也不算过分。所谓种瓜得瓜，你今天下去大开杀戒，他们不但不会知错，反而会变本加厉。所谓施恩莫忘报，为什么你不原谅他们？也许对他们动之以诚，会知错呢？师傅，我堂堂一个神侯大将军，那个亭本来就是我的，现在居然变了什么大圣亭？孙悟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他胡作妄为，居然还可以取经立功。我立了那么多功德，我的威名居然比不上他。师傅，你认为这个公道吗？言下之意，你想跟孙悟空比一比吗？我只想讨回公道。通背猿猴，你在我座下经过多少日子了？也有500年了。赤尻神猴跟你的修为差不多，但是他已经成仙得道了。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不能成仙得道呢？为什么呢，师傅？不错，你是做了很多好事，还以行善积德为己任，但是你还没过名相这一关。你对名还有所事，心也有所执着。师傅，我只想讨回公道，难道我这也有错？怎么说你都不明白。这样吧，去抄经文能使你心平气和。师傅，是师傅。嘿嘿，通背猿猴是我，你真是没用啊！在这儿罚抄经，我就不同了，奉旨去取西经和打妖精，你可是羡慕不来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骚扰本座？哈哈哈！好兄弟，是我呀！师兄，嘿嘿，地支36变，可以变世间任何物件，厉害了吧？师傅，你好大胆！
看谁厉害。好，我就下去会一会孙悟空，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。